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30，诗篇102篇第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。三角来祈祷，听阮祈祷求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权搬过全地，你是至圣搬过正生命，你是至善赢过一切的恶，你是至圣赢过一切的歹。人伫圣洁无比的上帝，你的面前，全然无通躲闪。愿只有谦卑顺服伫你的旨意，也遵行你所指示的路。主啊，阮的哀哭伫你的耳孔听见，阮的苦情伫你的面前摆列。主啊，愿祈祷的声，求你压耳孔来听；愿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。愿你听阮的恳求，愿你照你的旨意来回应阮的祈祷甲求救，因为你是听阮的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用祈祷到主的面前，摆列咱的苦情，也将咱的心思意念交托伫伊。伊的确要听咱祈祷甲求救的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